表、游戏机、安装充电。要修这个东西，我在修定的位置上，我叫俺接着他去定。你爸爸还在那个用，少给工资你么？讲的么？或者多少钱的？那这个多少钱？会骑也噻。会骑也噻。给我看。请出示付款。收钱包到账6元。请出示。收钱包到账5元。